这次也帮我们用客语哈，来跟我们客家朋友呼吁一下，不要到人多的地方。然后我们这边都只会讲这个哈，客语电台应该没问题吧？不好意思，是现在呼吁吗？哎，可以了，现在来这边帮我们呼吁一下，对不对？反正记者这很多人在看，好，有客家的朋友，啊，对，好，我们刚好没有这样的一个专门我们有手语的。很多语，那客语的朋友也应该这样子来帮我们一下的忙，哎。这里我们来把疫情简讯我们弄一次嘛，可以。对不对？我们就这样子，连江新到那个公讲，室内教本的这一段。哦，好，我不好意思，耽误大家时间。特别提倡印尼客家乡亲的朋友，请明年假期间。系讲要到年下多嘅观光景点，的地都会保持1.5公尺室外2公尺以上嘅距离。系冇記得帶咗嘢麼？另外3萬4小，身體唔空強，未會記得帶咗嘢麼？夾去本醫生看，係講用任何問題記得打1922中流行熱線指揮中心提醒大家，什麼大家？謝謝。